后来继续要来讲这个血癌甲淋巴癌的患者有治癌的新希望。健保署去年11月甲新疗法 CAR-T 纳入到健保了后，台中有淋巴癌的患者经过治疗，癌细胞甲肿瘤拢消失了。医师讲，这种的新疗法虽然也是有一定的副作用，但是甲化疗比起来，患者较袂遐尔无爽快，而且治疗了后，目前拢无复发的状况。来，我们再来一次。该医师说，车平常时咧做肺癌张先生4年前得到淋巴癌末期，深头治疗毋过举起来，去年7月雄雄恶化，毋过即马已经好利率，继续伫咧做肺癌创作。没有在接受。就是有关癌症方面的一些药物的治疗。张先生是接受健保署伫咧去年底纳入健保的 CAR-T 新疗法。医师讲，一般淋巴癌含血癌是因为体内 B 细胞正做癌细胞，因为癌坏细胞含本正的 B 细胞相像，后面叫的 T 细胞无法度变小含消掉，所以才会继续恶化慢夹起来。新的 CAR-T 疗法就是将患者体内变异 T 细胞抽出来。加装受体，搁做入去人的体内，对当分辨 B 细胞，甲全部 B 细胞抬死。比如我们收集完之后，其实就让病人就可以回家了。那真正开始输注的那一次，大概就是住院大概2周左右的时间，那或是顶多到3周，大概就出院，然后就一次性。所以的确时间的治疗时间是缩短很多的。医师讲，含传统精准的治疗含化疗比，亲像用炸弹会杀死规身躯的全部细胞。新疗法是强化 T 细胞，敢若会杀死 B 细胞，副作用会较轻。买伫咧新的正常的 B 细胞生长的进程，注意免疫力的问题。不过，即马这种新疗法，患者爱经过标准的治疗，搁有行起来过，才当符合健保的资格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